唔係你操控迷因，而係迷因操控你。大家好，我係心齋。從人傳遞到人嘅東西都算係迷因。呢個包括你會嘅字詞，你所知道嘅故事，你從其他人身上習得嘅技能同埋習性，以及你中意玩嘅遊戲，你所唱嘅歌，仲有你所遵行嘅規矩。因此，舉例嚟講，每當你靠左或者係靠右行駛，食咖喱搭配拉格啤酒，或者係食披薩配可樂，哼唱某一首歌嘅旋律，甚至握手，都喺度同迷因打交道。每個迷因都以佢嘅獨特方式喺佢獨特嘅歷史裏邊演化，但係每一個迷因亦都藉由你嘅行為嚟讓你自己複製落去。以生日快樂歌為例，全世界數以百萬人，也許係數少人都知道呢個旋律。確實，我只需要寫下呢幾個字，你可能就喺腦裏邊開始哼唱呢一首歌啦。呢幾個字會影響你，也許你根本唔需要刻意嘅去諗，你腦嘅記憶就開始翻攪啦。呢個係點樣嚟嘅呢？好似其他數以百萬人，你係模仿得嚟嘅某啲事物、某啲資訊、某種指令，就記述喺人類腦裏邊。於是而家我哋喺生日派對都係唱同一首歌，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迷因。迷因無差別地四處散播，唔理佢哋係有用嘅、中性嘅，定係絕對有害嘅。一個精彩嘅新嘅科學想法，或者係科技上嘅發明，都會因為有用而散播開去。聖誕鈴鐺會散播開來，係因為樂曲好聽好記。儘管呢一首曲嚴格嚟講冇乜嘢用處，但係絕對能引起你嘅注意。然而有啲迷因卻一定係會造成傷害，好似連鎖信、老鼠會、翻新嘅詐騙手法、無效嘅減肥餐以及危險嘅藥物治療。當然啦，迷因並不在乎結果好壞，佢就跟基因一樣自私，只要盡其所能散播出去。用喺基因嘅簡略說法，亦能夠用喺迷因身上。我哋可以講迷因自私，講佢哋嘅冷漠，講佢哋想要將自己傳播出去等等之類。但係我哋要表達嘅係嗰啲得以複製並散播出去嘅，先至係成功嘅迷因。反之則係唔成功嘅迷因。呢個先至係迷因想要被複製，想要你傳遞佢哋，以及毫不關心呢個對你或者係你嘅基因有乜嘢影響嘅含義。呢個就係迷因呢個概念背後嘅力量。要開始以迷因嘅方式嚟思考，我哋嘅心智必須有重大嘅反轉，一如生物學家喺接受自私基因嘅概念嘅時候所經歷嘅反轉。我哋嘅想法唔再被視為我哋所做，亦唔係用嚟服務我哋，而係視為具有自主性嘅自私迷因，只用嚟讓自身能複製。我哋人類由於具有模仿能力，僅成為物理性嘅宿主，令到迷因得以寄宿。呢個就係從迷因觀點睇世界。迷因恐懼呢個確實係令人害怕嘅想法，或許亦正因為咁樣，
人們經常會喺迷因兩個字標上引號，彷彿對於使用該詞深感抱歉。我甚至睇到傑出嘅演講者喺齊眉彎起雙手食指同埋中指，再以特別嘅聲量強調出迷因兩個字。呢個詞逐漸廣傳，甚至納入牛津英語詞典。人們成立討論團體，網絡上亦出現迷因學期刊，仲似乎喺網絡空間擁有狂熱嘅追隨者。但係迷因喺學院裏邊就冇受到咁盛大嘅歡迎。細讀近期關於人類起源、語言演化同埋演化心理學嘅最佳著作，裏邊根本冇出現過迷因兩個字。迷因嘅觀念似乎同呢啲學科毫無瓜葛，而我要表明嘅係，而家我哋應該認真考慮去採納呢一項主張。喺人類生活同埋演化裏邊，有第二種複製子喺背後運作住。迷因嘅其中一個問題係呢個概念衝擊咗對於我哋係邊個，以及我哋點解在此嘅最深層假設。呢個總係發生喺科學領域。喺哥白尼同埋伽利略之前嘅時代，人們相信自己身處宇宙中心，喺上帝為人類特別預備嘅世界裏邊，漸漸地，我哋必須接受太陽唔僅冇繞住地球轉，人類仲係住喺由眾多星系所造成嘅廣義宇宙裏邊嘅某個平凡無奇嘅星系裏，一顆渺小而微不足道嘅行星之上。140多年前，達爾文由天擇驅動演化嘅理論，首度提供一個冇需要偉大設計者嘅合理演化機制。人們對於自己來源嘅觀點，從聖經故事裏邊，人係上帝按住自己嘅形象嘅特殊創造，轉變到傳承自憑人猿祖先嘅動物。呢個的確係莫大嘅跳躍，亦引發人們對達爾文好多嘲諷同埋劇烈嘅反對。儘管係咁樣，我哋都適應咗呢個跳躍，並且接受咗我哋係由演化所創造嘅動物。然而，倘若迷因理論有效，我哋就得進行另一次大跳躍，接受一套類似嘅演化機制，以解釋人類心智同埋人類自身嘅起源。本文摘自迷因、基因同埋迷因共謀嘅人類心智同埋文化演化史，八旗文化出版。謝收看、點讚、收藏、按小鈴、訂閱、全部分享。拜拜。